上一期咧，我哋就同大家咧介紹咗一個恒德花園嘅基本情況，以及佢拎包入住嘅一個交付附標準嘅。咁今期咧，我哋就帶大家睇下另外一個單位啦。睇樓之前咧，我哋先同大家介紹下呢個周邊嘅配套啦。住得舒服之餘咧，都要住得方便㗎。3分鐘就要去到新世界購物廣場，10分鐘車程去到天安廣場、麥當勞、肯德基、星巴克、電影院、購物商場應有盡有。包括我哋樓下就有4500方嘅商業街，滿足到你日常購物娛樂需求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就係76平方，大概818尺嘅2房2廳嘅單位㗎。一入門右手邊咧就係廚房啦，買完餸之後咧第一時間就可以擺低啲餸啦，唔怕整污糟間房啦。廚房咧分區明確，洗切煮互不干擾㗎。3段式設計嘅廁所咧乾濕分離，而且互不干擾。雖然咧係細戶型，但係起居空間就一啲都唔細噶啦，足足有3.6米咁闊噶。客廳同餐廳咧加埋一齊有22個方，大概咧236尺咁大。客人多嘅情況下咧，可以隨時收喺餐台，個起居空間咧就更加大啦。兩個睡房都夠晒大㗎，而且都設計咗有窗台㗎。最緊要咧係窗台位置咧，佢係唔計面積㗎。對比咧上期我哋睇嗰個3房單位啊，呢個單位咧仲更加細、更加實用，而且咧佢嘅總價咧會更加低㗎，適合嗰啲一家3口啊或者旅遊過嚟呢度住嘅。關注我，私信我，仲有更多優惠等住你㗎。